歡迎返嚟莊山頻道。今日要同大家傾嘅就係廖子妤憑住《像我這樣的愛情》榮登第44屆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啱啱睇完金像獎頒獎典禮，真係睇到我好感動。頒獎嘉賓一開口話最佳女主角係廖子妤，全場即刻拍爛手掌。由馬來西亞單人匹馬嚟香港打拼咗14年，Fish 廖子妤呢次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憑住像我這樣的愛情攞咗影后。以前大家可能覺得佢只係最佳女配角嘅常客，點知今次佢扮豬食老虎，一嘢就攞埋個最高殊榮。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睇下呢位新科影后到底憑乜嘢咁犀利，喺高手林立嘅提名名單之中突圍而出。先講下套戲《像我這樣的愛情》，聽個名好似好文青，其實入面重口味到不得了，仲要係3級片添。Fish 入面飾演主角阿妹，係一個天生腦性麻痹嘅女仔。講真，呢種角色好考功夫，做多咗就係扮嘢，做少咗又冇嗰種神韻。戲入面最震撼嘅係講緊阿妹，雖然手腳唔協調，但佢都有生理需求啊嘛。偏偏佢個阿媽由劉雅麗飾演，覺得為咗你好，想帶佢去做手術切除子宮，呢種道德綁架真係睇到人心都碎埋。阿妹嘅朋友有一次同佢講，日本同台灣都已經有性義工嘅服務。佢話佢識個朋友啱啱開始搞呢種性義工服務，佢仲游說阿妹去申請呢樣服務。後來阿妹遇上咗陳家樂飾演嘅性義工，兩個人發展出一段友情以上、戀人未滿嘅關係。呢套戲最勁嘅地方係佢冇賣慘，而係話俾大家聽，殘疾人士同我哋一樣都有追求快樂嘅權利。真係唔講你唔知，原來嗰種壓抑嘅情慾可以拍到咁動人。廖子妤憑乜嘢威翻次？大家實會問，對手咁強 ，Fish 憑乜嘢封后？我諗有3點真係冇得頂。第一係入木3分嘅演技。Fish 喺戲入面嗰種面部肌肉嘅抽搐，說話嗰種唔清唔楚，真係演到好似真嘅一樣。佢開拍前閉關半年，同腦麻痹病友同食同住，觀摩體驗咗半年，呢啲就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佢唔係喺度演戲，佢直頭係將個角色上咗身。第二係佢夠膽豁出去拍呢類題材，分分鐘會滑鐵盧或者俾人鬧。但 Fish 呢個人一向都係食得鹹魚抵得渴，佢完全冇包袱，甚至喺戲入面同陳家樂有唔少大膽裸露鏡頭，同埋佢演嗰種渴望被愛嘅眼神真係好到位。佢將嗰種對陳家樂嘅肉體渴望同埋大膽去追求嘅慾望演繹得淋漓盡致，評審唔俾獎佢都驚俾人鬧啊。第三係佢嗰份打不死嘅香港精神。其實佢呢個有輕度智障同埋傷殘要坐輪椅嘅角色，比起1985年鄭則仕演嘅何必有我難度更加大。當年鄭則仕憑住何必有我嘅肥貓角色攞到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而今次廖子妤呢個角色唔止係輕度智障，仲要係傷殘坐輪椅，仲要喺性需要方面發揮想象力，同埋同男主角陳家樂有好多大膽嘅床上戲。所以廖子妤今次攞影后真係實至名歸。正如俗語所講，守得雲開見月明。Fish 嚟香港咁耐，捱過窮，住過劏房，乜嘢苦都試過。佢今次封后係話俾大家聽，只要你肯捱肯鑽研，總有一日會出人頭地。佢已經唔再係嗰個過客，而係一個真真正正嘅香港演員。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睇住 Fish 喺台上攞獎嗰陣喊到眼濕濕，其實我都好感觸。呢個影后名銜絕對係佢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換翻嚟嘅。像我這樣的愛情，呢套戲唔單止係睇演技，更係睇緊一種尊重。如果大家未睇，記得去揾嚟睇，保證你獲益良多。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 Fish 攞影后係實至名歸，記得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話我知你最中意佢邊套戲。我哋下集再見，拜拜。如果你都中意睇呢類視頻，請你幫我撳個訂閱掣，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我哋下集再見。